篇23篇。我主作我牧者，此生必無缺欠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他使我的靈魂蘇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主作我牧者，此生必無缺欠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我主作我牧者，此生必無缺欠。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我主作我牧者，此生必無缺欠。以西結書34章1至16節。耶和華的話臨到我以西結說：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說預言，對他們說：主耶和華如此說，禍哉！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養自己，牧人豈不當牧養群羊嗎？你們吃肥油，穿羊毛，宰殺肥羊，卻不牧養群羊。瘦弱的你們不調養，有病的你們不醫治，受傷的你們未包紮，被逐的你們不去領回，失喪的你們不尋找，卻用暴力嚴嚴地轄制他們。他們因無牧人就分散，既分散就成為一切野獸的食物。我的羊流落眾山之間和各高崗上，分散在全地，無人去尋，無人去找。所以你們這些牧人要聽耶和華的話。主耶和華說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的羊因無牧人就成為掠物，也作了一切野獸的食物。我的牧人不尋找我的羊，這些牧人只知餵養自己，並不餵養我的羊。所以你們這些牧人要聽耶和華的話。主耶和華如此說：看啊，我必與牧人為敵，從他們手裏討回我的羊，使他們不再牧放群羊，牧人也不再餵養自己。我必救我的羊脫離他們的口，不再作他們的食物。主耶和華如此說：看啊，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，將他們尋見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，怎樣尋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。
這些羊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在各處，我要從那裏救回他們，我要從萬民中領出他們，從各國聚集他們，引領他們歸回故土。我要在以色列山上，在一切溪水旁邊，在境內所有可居住的地牧養他們。我要在肥美的草場牧養他們，他們的圈必在以色列高處的山上，他們必躺臥在佳美的圈內，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場上吃草。我要親自牧養我的群羊，使他們得以躺臥。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失喪的我必尋找，被逐的我必領回，受傷的我必包紮，有病的我必醫治，只是肥的壯的我要除滅，我必秉公牧養他們。路加福音15章1至7節。許多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，要聽他講道。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，這個人接納罪人，又同他們吃飯。耶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，你們中間誰有100隻羊，失去其中的一隻，不把這99隻留在曠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到了，他就歡歡喜喜地把羊扛在肩上。他回到家裏，請朋友和鄰舍來，對他們說，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，我失去的羊已經找到了。我告訴你們，一個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，比為99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還大呢。請同心禱告。群羊的大牧者啊，你以憐憫的心記掛你的羊群，又預備上好的靈糧給你的子民。你尋找失喪走散的，前果受傷殘疾的。你接納我們成為你的百姓，以你的道悉心餵養我們。我們何以回報你的救恩呢？豈不正是牧養你所託付的羊群嗎？求你教導我們，使我們的心歸向你，關心你所關切的。求你以基督復活的大能充滿我們，讓我們委身在牧靈的使命中。求你開拓我們的眼界，以你全家為念，賜我們智慧，竭力持守牧人的本分。當我們因缺乏和勞碌而步履蹣跚的時候，求你親自背負我們，安慰我們，賜下基督的糧食，使我們飽足得安慰。我們就重新得力，如你一樣，去尋找那些迷惘失喪的靈魂。我主作我牧者，此生必無缺欠。親近罪人的上主啊，你何等看重每個靈魂，一個也不撇棄。
我們之中誰不是罪人呢？然而你並不厭棄我們。從前我們背逆，你卻使我們的心柔軟，如同群羊倚靠牧人。從前我們愚昧，你卻點亮了我們的黑暗，使我們認識你，把生命交託於你。從前我們軟弱，你以復活的大能充滿我們，使我們走出黑暗，進入光明。求你賜下你慈悲憐憫的心腸，讓我們向鄰舍分享你偉大的真道。求你幫助我們走進你託付給我們的人群中，以你愛心的言語回應憎恨，以你默默忍耐等候和深沉的慈愛化解冷漠。求你與我們同行，引領我們，也賜我們同行的夥伴，互相激發愛心，彼此輔助，直到散落各處的羊群都歸回你豐美的草場。我主作我牧者，此生必無缺欠。奉作我們牧者，找尋迷羊回歸的救主基督耶穌聖名禱告，阿們。